蘭溪半島6000幾可唔可以買？網上有分兩類人嘅，咁講真話嘅海鮮中介同埋抄底火炬嘅非海鮮中介。咁唔可以話咁講就一定係真話，只有話非海鮮平台攞咗佢獨家代理，咁確實又真係有道理喎。除非甲方可以攞出等購房者心服口服嘅證明啊，例如雲頂啊，雖然佢資金確實有問題，但係我係主網簽咗啦，確實係亞公監管喎。雖然時間長咗少少，咁蘭溪半島6800起步，唔拍好似好對唔閪住自己喎。聽我講優缺點先啦。接受到嘅私信我帶你去睇；接受唔到嘅評論區打個卡支持下我就算啦。30幾度都過嚟拍視頻，係咪要點翻個讚先啊？平就一定平噶啦，風險都一定會有嘅。呢次特價就係28棟同埋34棟啊。嗱，樣板房就喺呢個28棟，28棟而家裝修緊嘅。咁除咗28棟之外啦，仲有一個34棟賣緊嘅。在售面積有115方、123方同埋157方，只有30零套嘅啫。但係呢次特價，實際上在售房源咧嗰度仲有好多噶，靠馬路嗰堆都未賣噶。咁存在咗一個問題係單價低，總價高。戶型設計方面咧，其實我係接受到嘅，但係好多人都會講咧，呢個設計係老餅咗少少。二期周邊多工廠或者唔算係一個大缺點，畢竟嗰度叫開發區嘛。6字頭起步到8字頭單價，喂，均價7字頭大裝修喎。雖然係好高嘅性價比，但開發商係雅居樂同埋世光，雖然兩個都係以前本土大型嘅房企啊，但我都係擔心後期嘅裝修質量出現問題，維護起身會有啲麻煩啊。28棟就已經裝修好噶啦，網簽後3個月咧就可以收樓，前提係可以網簽，佢哋話冇問題噶。34棟係已經現樓噶啦，不過都係無批，都要等到明年3月份交樓嘅。咁佢開始話慢慢裝修啦，行樓梯上2樓睇算啦嗱，唔好上咁高啊。34棟而家就咁樣嘅無批狀態啊。但其實咧講真嗰句，我話真係情願佢學海倫堡啊，好似港口嗰個咁咧，降價就降價，不如賣無批啦。無批我覺得會更加安全咯。但又冇辦法，喂，火炬你賣5000幾係真係有啲過分啊！你叫鎮區嗰啲錢可以慳啊，而且無批你買翻嚟，可能你又要準備一筆錢去裝修，咁上車成本又會比周邊嘅新房咧高少少。而且咧講到世光，其實我哋都要提下附近嗰個樓盤盈家，咁內容就唔詳細介紹啦，大把問題嘅自己可以上網查。但呢啲問題涉唔涉及到呢度咧？咁其實就都難講嘅。但盈家咧就商業性質啊，蘭溪半島嘅住宅嚟嘅，咁住宅佢係要保交樓，亞公要求㗎，但只係保交樓喎。其他問題就唔好深究，例如裝修質量啦、辦證啊，係啊，呢啲就係呢個盤存在嘅問題。保交樓咋，後期維護真係後期嘅事嚟嘅，辦證又要先交稅費，呢啲問題大家都上網查到㗎啦。有錢就好辦啫，冇錢就唔知點算。咁如果走二手流程，我覺得可能仲好啲。其實呢個盤咧，上個月我已經聽聞講過㗎啦，有一批特價出咗嚟㗎，但無批。當時係話要走呢個二手房流程嘅，我覺得嗰陣時相對嚟講係安全好多。嗰陣時我都覺得值得推薦嘅。咁跟住又到呢個月啦，變咗大裝修仲要平啲添，但就一手流程啊。雅居樂方面咧，其實就半斤八兩㗎啦，但全市雅居樂咧都喺度保交樓當中嘅。咁好似雅居樂就係呢個中山保交樓個底線一樣啊，查住件其實都可以睇到啊，全部都係抵押狀態嘅。唔抵押嗰啲早期賣咗㗎啦。我當時以為咧佢賣嗰啲係已經網簽部分走二手流程啊，原來唔係啊。小道消息就係啦，雅居樂就已經全盤接手咗蘭溪半島㗎啦，有神秘嘅資方咧出資解決咗呢個解壓問題。當然啦，92年攞個地唔蝕嘅，而且咧前期賣咁貴，依家解壓俾資方打包，咁確實係一個解決辦法嚟嘅。咁睇落好似好安全咁啊，但係咧你話買一套解一套，我只能夠同你講，無論幾時解壓啦，反正抵押嘅時候應該比而家嘅價格高嘅，咁真係解一套蝕一套啊。咁可能嗰個人真係慈善家，或者個慈善家係銀行啦。你覺得佢有冇錢先？而另外一點再提提你啊，即係講完上面咁多問題之後咧，其實一手房都係一個大額過戶嘅嚇。兩棟產品17層高嘅，2梯4戶佈局啊，實際分佈咧就係1梯2戶嘅，中間咧就有呢個風雨連廊連通。面積方面咧，頭先講過115方到152方，3到4房小高層，咁居住感咧其實唔差嘅，樓間距都夠，起碼呢邊望園林啦。呢個位置飯廳、客廳，呢度唔知攞嚟放咩嘢咧？呢度有一個套房，冇開燈啊，洗手盆、馬桶、淋浴間，2米床飄窗，呢個位置放衣櫃，轉過嚟2米床、書台、衣櫃。呢個交樓標準嚟㗎，呢度仲有間房，一樣2米床放衣櫃，嗰度放書台，跟住公衞、洗手盆、馬桶，門口呢度咧就2戶人嘅。
咁啊懟出去前面有電梯，呢條過道過去另外一個一梯兩戶嘅。望翻個園林都比較舒服嘅，其實雖然個池有啲邋遢。居住嚟講咧，其實望園林位置咧住得都比較多㗎啦。呢邊咧就係二期，嗰邊咧就屬於一期，所以嗰邊你見到好多生父已經住緊㗎啦。其實蘭溪半島咧，如果係左右嗰兩邊咧都係屬於南北對流戶型嚟㗎。嗱，呢間再大啲啊，個廚房夠唔夠用？真係兩度沖涼冇所謂。呢個位置放唔到雙門冰箱，冰箱你需要嘅要放出嚟。呢個生活陽台再大啲，望翻小區放洗衣機、晾衫都冇問題。衛生間、乾濕分區、客房，呢間房會細啲喎，放到2米床衣櫃，書台放唔到。呢間房大啲，2米床嗰個位置放到書台，呢個位置放衣櫃。雙套間呢邊入嚟細啲，呢個套間放衣櫃、放床，有陽台。你整個水龍頭喺度做咩咧？呢個有陽台應該係主人房嚟㗎啦。咁啊南邊望翻園林嘅。咁嗰邊都有個套房，有飄窗。呢間房同隔離嗰間房差唔多大，唯一區別就係呢邊只有飄窗，嗰邊有陽台。一樣有大套房啊！雖然有飄窗，但係呢度放完2米床之後放個衣櫃。咁啊92年攞個地，年限到59年年中嘅問題應該唔大嘅，應該啊59年後點補錢冇人答到你，有人願意回答你咁啊做好呢個身份證啊、戶口簿登記信息啦。畢竟34年之後啊，我怕你揾唔到佢啊。但好老實咁講，其實火炬嗰啲都差唔多啦，火炬都好耐冇拍過地㗎啦，問題應該唔大嘅。一間早餐店、2間早餐店，嗰邊一間文浮腸粉。小賣部嘅話就呢度有一間，呢度有一間、2間、3間、4間士多，一條路落嚟仲有3間中介店，睇落好似冇乜問題咁喎，內街都幾旺喎。嗱，講多次啊，28棟網簽後3個月交樓㗎，咁34棟咧就26年嘅3月底交樓。如果有需要，真係覺得嗰啲問題唔算問題嘅，私信我。嗱，關注我啦！